好来，乡亲啊，行政院要搁发红包咯。上紧伫后日的行政院会，就会来通过进行抵用券方案，每一张200块，会当伫咧餐厅、夜市啊、商圈甲艺文活动来使用，但是都要结合着国民旅游的大名。不过，经济部长沈明丁讲，这个进行券都要等到疫情结束了后才来发放。朝野立委嘛呼吁政府应该把钱开伫个上届有效用的这个所在。无论是夜市也是商圈，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，拢无啥物人。和行政院拍算为600亿的特别预算内面，用20亿来发抵用券。最终还是要疫情结束，大家才安心出去消费。如果疫情没有结束去消费的话，可能会把这个疫情带来整个的混乱。详细的部分可能要等这个礼拜4在院里面的龚政委跟院里面报告完以后，详细的部分才能定案。抵用券规划分做4种，会使伫餐厅、夜市、商圈甲艺文活动消费来用。一张200块，实体甲电子票券拢有，不过要配合国内游览。实在是金额太小 ，SARS 期间是3600元嘛，有一个潜力可循嘛。月式抵用券到目前为止还有400万张都还没有发出去，我们会要求他能够提出一个评估报告。钱应该要花在刀口上，我们还是应该要谨慎的评估，说现在的这个600亿到底是不是有真的给需要的人。200块提振经济抵用券，未能质疑讲效果有限。经济部表示讲，会搁做整体考虑，这个方案估计伫初5行政院会以后才会决定。